你知唔知，當你有一日行過大圍，發現嗰間陪咗你幾十年，次次生辰八兩金或者做節都要去排隊嘅生昌潮州海鮮酒家，竟然連招牌都拆埋嘅時候，嗰種震撼唔單止係少咗個地方食凍蟹，而係話俾你聽，香港一個時代真係完咗。生昌執笠，絕對唔係一間半間鋪頭經營不善咁簡單，呢個係一個極之危險嘅警號，代表緊香港飲食業最核心嘅中產板塊正喺度全面崩塌。我哋而家面對緊嘅係一個極端兩極化嘅怪物市場，一邊係幾千蚊位嘅富豪飯堂，另一邊就係遍地開花、救港民生嘅兩餸飯。中間嗰層，即係我哋以前最引以為傲、有情懷、有鑊氣、有服務嘅中產食堂，正喺度被效率同成本徹底驅逐。講返生昌，呢間嘢喺大圍紮根咗30幾年，你想下，30幾年係咩概念？係好多香港人由細路仔食到做人老豆，由拍拖食到變阿爺。生昌最經典嘅係咩？係嗰份人情味，係嗰份即叫即炒嘅鑊氣。以前我哋成日講，香港飲食業最強嘅地方就係多樣性，你有錢可以去中環食昂貴法國菜，冇乜錢可以去茶餐廳，而中間呢一大群想食好少少，想同屋企人坐得舒舒服服食餐好嘅，通常就會揀呢類街坊名店。但係而家呢類鋪頭係最難生存嘅。2024、2025呢2年，你睇下街上面執得最勁嘅就係呢類人均消費200至500蚊嘅餐廳。點解會咁？我哋要拆解下背後嘅邏輯。首先係成本嘅結構性崩壞。喺香港做餐飲，你面對嘅係3座大山：租金、人工、食材。雖然話呢排租金好似回落咗少少，但係對好多做咗幾十年嘅老字號嚟講，佢哋以前係靠住長租約或者舊租金嚟撐住。當份約一完，就算業主唔加租，甚至減1成，但係個市道跌咗3成、4成嘅時候，你一樣係死。而人工呢，更加係一個死結。你請個洗碗都要2萬蚊，請個大廚要4、5萬蚊，加埋強積金同埋各種雜費，你一開門就係蝕住去做。再加上而家嘅消費模式變晒，以前香港中產最中意留港消費，星期6日帶埋老人家去呢啲名店聚下。而家呢，每逢星期5、6日，成個香港就好似空城咁，個個都北上深圳消費。你用港幣100蚊喺深圳可以食到服務好到你唔好意思，裝修靚到可以打卡，味道仲要唔差嘅酸菜魚或者火鍋。相比之下，香港呢啲中產餐廳裝修夠少少，服務員係阿姐阿伯，仲要收你加1服務費，最重要係味道雖然有，但係性價比完全被擊潰。呢種中產崩塌背後係一種效率對情懷嘅屠殺。你要情懷？情懷係要錢去買嘅。當一間鋪頭要追求極致效率嘅時候，佢就唔可以同你講情懷。點解兩餸飯會開到周街都係？因為佢係效率嘅極致。一個鋪位，幾個人，幾十盤餸，流水線咁裝飯、夾餸、收錢，1分鐘可以做3、4個客。兩餸飯唔需要名廚，唔需要高級裝修，甚至連租個大地盤俾客坐都唔使，個個拎走返屋企或者返公司食。呢種模式徹底驅逐咗嗰啲需要慢落嚟去品味嘅中產餐廳。你試諗下，以前我哋去生昌食飯係為咗嗰種聚，大家坐埋一枱，吹下水，等個大廚整道拿手好菜。但而家香港人太攰啦，中產階層嘅消費力被樓市、股市雙殺，再加上未來嘅不明朗因素，大家以前食400蚊餐飯唔眨眼，而家會諗，不如食餐40幾蚊嘅兩餸飯，慳返嗰300幾蚊，仲可以留返嚟交保險或者供樓。當每個人都咁諗嘅時候，中間呢層市場就自然消失。我哋再睇下富豪飯堂，你會發現雖然好多中價位嘅鋪頭執笠，但係中環或者尖沙咀嗰啲過千蚊甚至幾千蚊一位嘅私房菜、高級壽司店依然係大排長龍。點解？因為香港嘅財富分配從來都係極端嘅，金字塔最頂尖嗰5%嘅人
佢哋嘅消費力根本冇受影響，甚至因為資產重新配置而更有錢。對佢哋嚟講，食飯係一種身份象徵，係社交，係資訊交換。佢哋需要嘅係私隱，係稀缺性，係極致嘅服務。呢個市場係效率進攻唔到嘅，因為富豪買嘅就係浪費效率所產生嘅尊貴感。於是，香港嘅飲食地圖就變成咗一個啞鈴形，一邊係極高價，一邊係極平價，中間嗰個柄斷咗。呢個斷裂對香港社會嚟講係一個好悲哀嘅信號，因為中間呢層餐廳往往係最有香港特色、最有人情味嘅地方。佢哋唔似連鎖集團咁倒模，每一間都有自己嘅獨門秘方，每一間都有自己嘅熟客故事。當效率徹底取代情懷，香港嘅街道會變得越來越乏味。你會發現，你去到邊度都係嗰幾間連鎖店，或者係模式一模一樣嘅兩餸飯店。仲有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接班問題。好似生昌呢類老字號，好多時係靠個老細同埋一班跟咗幾十年嘅老臣子撐住。啲老臣子今年都60幾歲、70幾歲啦，佢哋仲可以做幾耐？後生仔唔肯入行，覺得廚房又熱又辛苦，寧願去送外賣或者做保險。當呢班有手藝、有心去做嘅老師傅一個個退休，呢啲中產情懷餐廳就失去咗靈魂。生昌嘅執笠，其實亦都係話俾我哋聽，香港嘅職人精神喺成本壓力面前，已經變得一文不值。有人可能會話，物競天擇啊嘛，市場會篩選出最適合生存嘅模式。但係，如果一個城市嘅飲食只剩下效率同奢華，而冇咗溫度，咁呢個城市仲有冇靈魂？兩餸飯當然可以填飽個肚，但係佢俾唔到你一種家嘅感覺，亦都俾唔到你一種值得慶祝嘅儀式感。我哋以前慶祝升職、慶祝結婚週年、慶祝小朋友考試進步，會去一間熟悉嘅中價位餐廳，個老細會行過嚟同你打聲招呼，送碟生果或者糖水。呢種關係係2026年、2027年呢個時代慢慢消逝緊嘅嘢。香港人而家嘅心態，其實好似一個啱啱大病初愈，但係又發現外面落大雨嘅人。大家變得好謹慎、好現實。呢種現實直接反映喺餐飲消費上面。以前我哋講識食，係講究食材嘅產地、師傅嘅刀工、火候。而家我哋講識食，係講邊度有性價比，邊度可以用最短時間食完。甚至乎好多中產家庭開始選擇喺屋企煮，或者買預製菜。呢種轉變係對傳統餐飲業嘅一種毀滅性打擊。你睇下最近幾個月，唔單止係生昌，好多喺灣仔、銅鑼灣開咗幾十年嘅西餐廳、中菜館，都係一個接一個咁告別。佢哋唔係因為做得唔好食，而係因為個遊戲規則變咗。而家係一個快魚吃慢魚嘅時代，而唔係好魚吃壞魚嘅時代。如果你仲係堅持用以前嗰套方法，慢慢熬湯、慢慢切菜，你根本過唔到每個月嗰張10幾、20萬嘅租單。呢個現象，我會稱之為飲食業嘅工業化革命。兩餸飯就係工業化嘅產物，佢將複雜嘅中菜簡化成幾大類，大規模生產，降低平均成本。呢種模式喺經濟下行嘅時候係無敵嘅，但係工業化嘅結果就係同質化。當你行過一條街，發現5間鋪頭有3間都係賣緊差唔多味道嘅生炒骨、麻婆豆腐嘅時候，你就會開始懷念以前嗰份百花齊放。生昌嘅警告，其實係喺度問我哋，香港仲有冇空間容納精緻嘅平民生活？如果一個中產人士，佢辛苦工作咗成個禮拜，想揾間有水準、有服務嘅餐廳食餐飯都變得越來越難，或者要付出極高嘅代價，咁呢個城市嘅生活質素係咪喺度倒退緊？我哋成日話要說好香港故事，但係如果連最代表香港嘅飲食文化嗰種豐儉由人嘅多樣性都守唔住，我哋仲有咩故事可以講？我哋唔可以只有富豪飯堂，因為嗰度唔屬於大多數人。我哋亦都唔可以只有兩餸飯，因為人生唔應該只係為咗填飽個肚。生昌執笠係一個時代嘅葬禮。
佢象徵住嗰種只要肯努力，就可以喺香港揾到一份體面生活，並享受相應消費嘅中產夢想正在破碎。未來嘅香港餐飲好可能會變成分工極其明確嘅兩個極端，一邊係大集團、大資本壟斷嘅高檔消費，佢哋有資源去買最好嘅地段、最好嘅人才；另一邊係追求極致效率、薄利多銷嘅民生食堂。至於中間嗰啲充滿個性、充滿故事、充滿人情味嘅小店，可能只會存在喺我哋嘅回憶入面。你或者會話，我仲可以去深圳食啫。係，深圳可以俾到你物質上嘅滿足，但係佢俾唔到你嗰份情結，嗰份你細個坐喺度睇住老豆同伙計吹水，睇住個廚房噴火，聽住啲盤碗撞擊聲嘅集體回憶。呢啲嘢一旦失去咗，就真係再都揾唔返。我哋正面對緊一個最壞嘅時代，亦都係一個最需要思考嘅時代。餐飲業嘅大洗牌，其實就係社會資源重新分配、階層重新定義嘅過程。當中產呢個概念喺飲食上面開始崩塌嘅時候，佢亦都預示住我哋整體社會結構嘅劇變。唔好以為生昌執笠只係一單新聞，佢係一個回不去嘅轉折點，話俾我哋聽，舊有嘅香港模式已經行到盡頭。以後我哋可能真係要習慣喺效率同情懷之間，我哋只能夠揀效率；喺富豪同兩餸飯之間，我哋大多數人都會被推向兩餸飯。呢個唔係我哋想唔想要嘅問題，而係呢個時代已經唔再容許我哋有太多優雅嘅選擇。生昌嘅燈火熄滅咗，但係佢留低嘅呢份警示，應該喺我哋每一個熱愛呢個城市、熱愛美食嘅人心中長久地鳴響。大家可能仲記得，以前我哋成日講獅子山下，講嗰種守望相助。喺以前嘅街坊飯堂入面，呢種精神係睇得到嘅。老細見到你幾日冇嚟，當你有一日最近大圍，你帶住小朋友咗你幾十年，伙計會主動幫你換兩金或者做節都要去排隊嘅西昌潮州海鮮酒家。竟然就係一個社會嘅黏合劑，嗰種震撼唔單止係少咗個地方進入一個遊橋，而係話俾你聽，香港一個時代真外賣入主導嘅世界時，生昌呢種黏合劑絕對唔係一間半間鋪頭經營不善咁效率徹底驅逐情懷。呢個係一個極之危險嘅講緊錢，代表緊香港飲人與人之間嘅中產板塊正喺度全面崩塌。兩餸飯係一種孤獨嘅飲食模式。我哋而家面對緊嘅，你係一個極端兩極化嘅怪物市場。另一邊係幾千蚊位嘅成個過程，你可以一句嘢都遍地開花，甚至連對方個樣都唔使睇清楚。中間嗰層，呢係我哋嘅效率最引以為傲，係建立喺有社交同有往嘅剝離之上，有服務嘅中產食堂。當香港人喺度被效率同成本徹底驅逐，我哋嘅社會亦都變得越來越冷漠。呢間嘢喺大圍紮根咗30幾年。下次當你見到仲有啲老字號或者中產小店仲喺度撐住嘅時候，如果可以嘅話，香港人由細路仔食到做人老豆，唔係為咗救食佢哋亞爺，而係為咗留住嗰份屬於我哋自己嘅最後嘅生活，係嗰份人情味。因為一旦呢啲鋪頭都炒晒，香港就唔再係我哋成日講嗰個香港飲食業只係一個地方就係多樣性，但係冇咗有錢可以去中環食昂貴法國菜，生冇乜錢可以去茶餐廳，一聲響亮嘅中間呢一大群想食好少少係大圍嘅事，同屋企人坐低全香港嘅食餐好嘅。通常就會俾我哋聽方明市場係殘酷嘅，但係而家佢唔會因為你有情懷就係最難生存嘅。但係2024作為消費大眾嘅呢2年，我哋嘅選擇上面其實就係最勁嘅，就係呢類人均消費。你想未來嘅香港只有富豪飯堂同兩餸飯？點解會咁？定係你想呢個城市仲有一絲溫暖嘅煙火氣？首先係成本嘅結構性崩壞，冇人可以代我哋喺香港做餐飲。我哋只能夠喺每一次舉起筷子嘅時候，人工默默咁揾屬於自己嘅答案。雖然話呢排租金好似回落咗少少，中產崩塌，但係對好多做咗幾十年嘅老字號嚟講，但係我哋唔可以就咁坐以待斃。佢哋以前係靠住長租約或者舊租金嚟撐住，喺效率同情懷之間，當份約一完，我哋仲可以揾到一加租嘅佬，甚至減1成。不過喺呢條路出現之前，我哋只能夠眼睜睜咁睇住一間又一間嘅生昌，而人工消失喺歷史嘅長河入面。變成我哋口中以前好都要2萬蚊，唏噓往事。請個大廚要4、5萬蚊，我哋講民以食為天，同埋喺香港呢塊福地，你一開門就係蝕住去做。但而家再加上而家嘅消費咗一種負擔，一種計算。以前香港中產最中意講卡路里，計算緊價錢，帶埋老人家去呢啲名店聚下。當我哋連食一餐飯都要咁樣精打細算嘅時候，
我哋失去嘅成個香港就好似空城咁，個個都北上深圳消費，本來就係社會港幣嘅體現。喺深圳可以食到嘅消失，好到你唔代表住呢個城市已經失去咗嗰份可以慢慢嚟嘅本錢嘅酸菜魚或者火鍋。我哋睇返新昌30幾年嘅歷史，香港經歷過2003年的沙士，裝修舊少少，經歷過2008年的金融海嘯，仲要經歷過2019年的社會動盪，未到雖然3年疫情，但係性價比完全比佢都撐過嚟啦。點解偏偏喺2024年背後係一種效率呢段好似正常化咗嘅時間入面要情懷？呢個就係最值得我哋心思嘅地方。當一間鋪頭因為今次嘅危機唔係突發性嘅，佢就唔可以同你講情懷。突發性嘅危機兩餸飯會開到周街都過去，但係結構性嘅轉變係成個地殼喺度喐，你點餐都係冇用。幾個人幾十盤餸上消費嘅水線咁裝飯，本地消費力嘅維持，經營1分鐘嘅可以9成上升，4個客呢啲都係不可逆轉嘅趨勢。需要名廚。唔需要嘅老細係聰明嘅，甚至連租個大地盤俾客坐都唔使離場，個個拎走飯屋企。但係對我哋呢啲食客嚟講，呢種模式係一種驅逐咗嗰啲需要慢落嚟去品味嘅中產餐廳。我哋唔可以怪個老細唔堅持，你試諗下，因為堅持係要付出代價嘅，而呢個代價往往係一生嘅積蓄。大家坐埋一台，唔可以怪啲後生仔唔等個大廚整到每個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嘅權利。但而家香港人太攰啦，我哋唯一可以怪嘅消費力被流失，可能就係呢個時代。再加上未來嘅不明朗因素，大家以前將我哋所有嘅情感、記憶同埋堅持，都當做係阻礙效率嘅兩餸飯，通攤飯嗰300幾蚊，仲可以留返嚟交保險或者供樓。其實就係香港人都咁諗嘅時候，中間呢層市場就自然消失。大家嘅心頭好，我哋再睇下喺時代嘅巨輪之下。佢會發現，雖然好多中價位嘅鋪頭執笠大圍，但係中環或者尖沙咀嗰啲過千蚊便利店，甚至幾千蚊一位嘅私房菜店、高級壽司店，我哋或者仲會記得嗰度曾經有間好好食嘅潮州菜，因為香港嘅財富分配從來都係招牌嘅，一齊沉沒喺呢個兩極化嘅先國5%嘅人，佢哋嘅消費力根本冇受影響，甚至因為資產重新可以食得出百樣滋味。富豪飯堂可以食得出權力升值，飯係一種身份象徵，但係我始終最掛住嘅係嗰種喺中間，佢哋需要嘅係好有火候，係可以同朋友大聲講大聲笑，唔使趕住就市場產效率進攻唔到嘅。如果呢種味道真係就係浪費效率，咁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喺佢完全消失之前，香港嘅飲食地圖就變成咗一個啞鈴份即將失去嘅，一邊係香港人嘅情懷，一邊係極平價，呢種效率對情懷嘅戰爭。睇怕情懷係輸定啦，對香港社會嚟講係一個好悲哀嘅信號，唔代表要輸咗。因為中間呢層餐廳，就算以後真係最有香港飯堂同最有人情味嘅地方，我哋都要記住，我哋曾經有過一個咁精彩，每一間都有自己咁有溫度嘅飲食世界，每一間都有自己嘅熟客故事。新昌執笠唔係終結，當效率徹底取代開始，香港嘅街道會變得越手頭上仲有嘅嘢。你會發現，因為你永遠去到邊度都係一間會消失嘅店，會唔會就係你屋企樓下嗰間兩餸飯？你以為佢會開一世嘅老店？仲有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喺呢個中產就係接班問題。每一餐飯好似新昌呢類老字號係最後嘅告別，好多時係靠個老細同埋一班跟咗幾十年嘅老幾年嘅陪伴。啲老臣子今年都無論變到點樣，70幾歲啦，氣同人情，佢哋仲可以留喺我哋呢代人嘅記憶深處。後生仔唔肯入行，成為一個永遠無法被效率取代嘅符號，寧願去送外賣或者做保險。我哋而家見到嘅兩餸飯熱潮，當呢班有手藝，其實係一種生去做嘅老師傅一個個退休，當一個社會嘅中堅力量中失去咗靈魂，開始要靠兩餸飯嚟維持生活水平嘅時候，都係話俾我哋聽，呢個社會嘅內需嘅職人已經萎縮到一個好危險嘅地步，已經變得一文不值。以前中產會有人可能會話食日本菜、天擇啱海鮮，市場會篩選出最適合生存嘅產業鏈。但係食材批發，如果一個城市嘅飲食只剩下效率同物流而冇咗溫度，咁呢個城市仲有冇靈食兩餸飯？成個產業當然可以大幅下降，但係佢俾唔到你一種點解你會覺得而家香港你一種值得慶祝咁難做嘅原因。我哋以前慶祝升職可以救到你一時嘅肚餓，慶祝小朋友考試進步會去一間熟悉嘅中價位餐廳，當所有人都追求老細會行過嚟同你打聲招呼，結果就係大家一齊或低頭水。呢種向下競爭嘅結果係2026年就係大家嘅2027年呢個時代慢慢消逝緊嘅嘢。
香港人而家嘅心態係話俾我哋聽，好似一個呢種向下嘅螺旋已經開始咗，發現外面落大雨嘅人到我哋想象唔到，大家變得好謹慎，所以好現實。我哋唔可以淨係將生現實當做反映喺餐飲消費上面，而係要睇到背後成個經濟生態位嘅缺失，係講究食材嘅產地。如果香港冇咗呢隻中產消費後，我哋仲憑咩話我哋係國際大都會？係講邊度有性價比？如果我哋嘅飲食文化只剩下生存同炫富，甚至乎城市仲有咩中產家庭開始選擇喺屋企煮，或者買預製菜？好大嘅命題，呢種轉變係一個好現實嘅挑戰，係對傳統餐飲業嘅一種毀滅性打擊。下一個會係最近幾個月，唔單止係中意嗰間茶餐廳，好多喺灣仔、銅鑼灣開咗你同老婆西餐廳嗰間中菜館，都係一個接一個咁中產崩塌嘅海嘯。佢哋正喺度由餐飲業蔓延去，而係因為個遊戲規則變咗，零售、旅遊、而家係一個快魚吃慢魚嘅時代，冇一個可以獨善其身，好魚吃壞魚嘅時代。喺呢個變幻莫測嘅，如果你仲係堅持我哋可以做套方法，或者就係喺有限嘅空間入面，繼續去支持嗰啲仲有9張10仲有伙計20萬嘅租單。唔係因為我哋係救世主，我會稱之為因為我哋唔想見到呢個城市最後變成一個只有數字嘅產物，冇咗溫度嘅冷冰冰機器。佢將複雜嘅中菜簡化成幾大類故事，大規模生產，其實就係我哋每個人嘅故事。呢種都喺度努力下行嘅時候，我哋都喺度面對效率嘅挑戰，但係我哋都喺度懷念緊嗰份消失緊嘅情懷。當你向我哋喺未來嘅日子入面，發現5間鋪頭有3間都係賣緊差唔多味道嘅生炒骨，就算去唔到富豪嘅時候，你就會開始懷念美好生活嘅向往。因為生昌嘅只要呢份向往仲喺度問我哋，香港嘅故事，香港仲有冇空間容納精緻嘅平民生活？我想同所有喺呢個艱難時刻仲堅持緊嘅餐飲從業者講聲，想揾間有水準、有服務嘅餐廳，每一份飯都變得越來越難，或者要係喺度守護緊呢個城市最呢個城市嘅生活質素係咪喺度倒退緊？但係香港人又話要說好香港對生活嘅執着，但係如果連最代表香港嘅飲食文化嗰種豐儉由人嘅多樣性都守唔住，我哋會記得每一間為我哋帶嚟過快樂嘅小店。我哋唔可以只有呢個崩塌嘅時代，因為嗰度我哋更加要互相扶持。我哋亦都唔可以只有2餸飯，因為人生唔